去年台中的捷顺交通公司传出讲欠驾驶佮行政人员的薪水佮资遣费700多万哦，官司拍一冬外，已经有50来个人拍赢了，嘛申请劳保局先来赔偿。也毋过外界是批评讲，市政府应该爱提出如何积极办法来保障员工的权益。市政府嘛表示讲拍算未来会伫契约来规定讲，补助款就爱先用来付驾驶的薪水。去年2月，有真侪公车司机出面指控，台中捷顺交通公司欠司机甲行政人员的薪水甲遣散费拢总700多万。目前是有79个司机甲行政人员提出民事诉讼对讨，已经是有56个人胜诉。有要去调解，老板都没有出席啊。我的部分大概20万左右。捷顺交通2023年因为经困难公布停业，除了伫台中共济集团伫咧桃园、云林、阿里山，嘛传出讲有欠薪水。2024年法扶基金会代替75个员工来提告，另外有4个人是家己提告。目前是有33个人已经领到劳保局的代偿，23人也等咧申请，各23人也咧拍官司。有民代认为交通局2024年有承拨1109万补助款予捷顺交通，不过因煞无承补发员工的薪水，市府应该有相关的规定。营运所得，不管是正的或是负的，所以债权优于股权的状况之下，你其实应该要先付这一条这个款项给员工嘛。于去年客运业者会议上，多次要求客运业者应将相关补助款优先给付驾驶员薪资，并持续提升驾驶员劳动环境。补助款优先给付驾驶员是否明定于契约中，交局已在研议中。捷顺交通停止经营，电话嘛已经卡袂通。台中市交通局表示，已经真侪届要求业者应该把相关的补助款摕来做司机的薪水，讨论未来会把写入去契约规定，保护员工的权益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